近期就好多業主問我，佢哋屋企嘅廚房究竟用大理石岩板、花崗岩定係石英石呢？咁我今次就一個視頻講清楚呢各個唔同材料嘅區別啦。首先係石英石，佢嘅優點呢就性價比高，佢耐磨、耐刮、耐高溫，花紋多，又容易清潔維護。缺點就係個拼接嘅地方會有痕啊。一定要揀含量到90%以上嘅石英石。第二，大理石。大理石嘅優點呢就係天然紋理美觀，質地咧堅硬、防磨、耐刮。缺點呢就係韌性差，容易開裂。佢多孔嘅結構咧，亦都會導致佢容易滲色，需要定期進行密封嘅處理。第三，花崗岩台面。優點係硬度高、耐腐蝕，價格相對平，耐高溫，性能極強。但缺點就係花紋好少，而且用下好容易失去咗光澤，顏值一般啊。第四，岩板台面。優點硬度密度好，達到食品級嘅安全，不容易滲油，不容易索色，顏值高。但缺點就係咧，佢質地好脆，而且價格都好貴。你如果要剁肉餅剁嘢嘅話，佢係極其之唔襟用，好容易裂，好容易爛啊，同埋佢啲直角位、碰角位、岩板嘅碰角位係好易崩嘅，所以佢唔襟用。綜合嚟講翻個建議啦，追求性價比嘅話咧，石英石係首選，佢適合大多數家庭使用。如果追求高端質感嘅話咧，岩板嘅顏值係最高嘅，但係需要保護佢個邊角啊。第三，預算有限嘅話，花崗岩就好啱你啦，但係佢嘅顏值比較低出租屋啊，同埋一啲美觀需求唔高嘅家庭適合使用。第四啦，如果我哋追求天然美感、紋理獨特，但係又可以接受到後期維護成本比較高嘅話咧，咁你可以選擇大理石。特別提醒啊，選擇石英石嘅時候一定要辨別佢嘅真假，可以用匙羹輕輕咁去刮佢，因為真嘅石英石咧係唔會留痕嘅。關注我係曉峰，帶你裝修好你屋企。